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日月證明得佛，復眾以證得王他，thiết他無作不如化身，專乃發化境，一王菩薩。品是品之物，一王菩薩將嚟成佛啦，係延接在後一位佛，叫做南師如來。一王菩薩未成佛以前呢，係在我哋娑婆世界菩薩道，佢以何種嘅方法嚟度眾生呢？我執。一切眾生有兩個執，但係一個係我執，人呢個色身係名我，可以人佢唔係我，呢個色身唔係我，人佢係我咧，都名執。第二咧，人一切法是實，一切法唔實㗎。一切法係現生性空，何來有實呢？所以觀音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五蘊來法，五蘊空你見到個實相，自發個空相，自發個空相係五蘊個空相，五蘊個空相係不生不滅，不打不淨，不增不減，何來有五蘊呢？實相就發生就現出嚟，所以一切所行人着咗呢個法，有呢個法則，不能見清淨法身。一切凡夫無我就執我啲煩惱，所以不能了生死。是一王菩薩在我娑婆世界對治說法，他哋現身將自己嘅身體現咗。你話呢個身體有我咧，我現俾你睇，呢個身體都可以用三個科嚟現咗。嗱，你有我咧，無我就誰堪誰生誰痴，貪嗔痴嘅煩惱從何生？貪嗔痴煩惱就因我而生，無我就則不生。煩惱不生啦，哪個作業咧？無肯無親無子，邊個作業？不生死嘅業。既無生死嘅業，何來有生死嘅輪迴？無始劫以來的果報，所以一王菩薩係啲本事嘅就果執。咁樣啦，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佢以前唔係叫一王，佢自從呢個日藏轉借得聞而來個佛味。佢哋用一磨攝散嘅藥供養眾生發現，而我以後能治一切眾生身病心病，所以舉晒歡喜就按住嘅藥。一王以前啊唔係一王哦，佢有一個名稱就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咧，親近呢個日月證明得如來。咁樣咧，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咧，咁樣咧就受呢個苦行，波就三昧，俾佢得到普賢悉等三昧。但我得現悉等三昧咧，都是聞法華經嘅經力，依結佛力。我應該供養法華經，供養日月證明得佛，所以佢哋現身供養。現身供養啊！呢個身體就空咗，我執就空，煩惱就除啦。所以令無量嘅人知道呢個身體唔係我，破咗你個我執。咁咪佢現身嘅時候咧，你佢現幾耐啊？現咗1200歲，呢個身體啊，然後先現身。1200歲咧就破呢個執。
內就六根，中間就六色，六根空，六色空，都係1200咧。嗱咪根色俱空啊！呢個我執讀破出嚟，所以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好，呢個身喺度空啦，命就中，命中之後咧，復生再生呢個日月淨明得佛嗰個國中，呢個國係日月淨明得佛嘅國啊！好似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嘅國家，國王咧都唔同啦。以淨德王家，當時一個國王叫做淨德王。淨德王家嘅結家輔助，不然化身，呢個屬於化身。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命中咧，佢有二三身隨意化身。點解化身咧？就國王嘅膝頭哥嗰時係一化就化咗出嚟，所以天上現存係化身。天上咩係化身？天子就天子嘅膝頭哥嗰時一化身，呢個就天子。天女就天女嘅膝頭哥嗰時一化身，咁就天女。一化身出嚟，呢個天將我就老豆，天子入嚟佢亦係佢仔。天女入嚟呢個咧係我啲女，天女入嚟呢個係我啲母親，所以咧呢個就屬於化身。化身咧唔受胞胎，受胞胎就10月胞胎，化身咧即時就生嘅，都係不宜化身。因為在呢個六道輪迴之中，有呢個輪生，有胎生，有濕生嘅化身，呢個屬於化身。即為其父而説解言，你在呢個淨德王家化身咧，淨德王就你啲父親啊，所以呢個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咧，就對呢個老豆講，即為其父而説解言，大王今當知，我經行悲處，即是得一切願至身三王。大王，你個國家有福，日月淨明得佛，就你個國家嚟生正覺。你要知道，我係日月淨明得佛咧啲大師，我在呢個日月淨明得佛坐下，我哋受呢個苦行，經行，經行即係行而不撞，行而不餓，呢個就過就三王。經行。人人可以經行嘅，行來行去，行來行去，呢個名為經行。經行就不坐，可以餓。我經行悲取咧，見過12000歲，嗰陣時就俾我得個受獲，能現至身三昧，獲一切色身個三昧。見一切色身，經行啊！我見到自己個法身，法身就能現一切身，就即時就獲到現一切色身嘅身。現自身嘅，自即係一切，現一切色身嘅三昧，俾我獲到。勤行大精進，捨所愛之身。後來我用種種嘅神力供養佛。我認為唔夠，我最後咧就大精進，擁男精進，用呢個三昧火將自己嘅身咧燃咗，燃咗咧身空咗我忘，破咗我執，我令一切人都破我執，我執一空咯，煩惱就無所意志，煩惱你意志呢個我係煩惱，係煩惱同我無親嘅。一切煩惱從我而生，我咧就從呢個身體而來，無身乃呢個我咧，身空呢個我忘呢個惑滅，所有煩惱惑嘅就滅咗啦。因此我而身咧就捨所愛之身，身體人所愛，可以捨，你可以捨啊嘛。
呢個身體啊借嚟用㗎嘛，你執佢為我已經錯啦。借呢個身體嚟修行，借呢個身體嚟布施，借呢個身體嚟辦道，通通係借嘅，假借㗎嘛。所以假借四大嘅以為身，心肝無生，人境有。你呢個含塵次嗰個心咧，本來係冇生嘅，人種種嘅經嘅，你個含塵次嗰個心啊生起嚟。假借四大以為身，借呢個地水火風四大為自己嘅身體嘅，咩時候借？頭嗰啲就咪借啦。見到父親，見到母親，一攬父母嗰個情義，咪地水火風咯。給父母嗰個父親，以父母同一個父親，你咪風大咯。父正母鐵咧，呢個咪地水地水個大啦，練氣咪火大啦。所以呢個身體啊，我哋唔好當係我，係假借四大以為身。凡夫梗係有一個愛，先能愛自己個身，引呢個身體為我，呢個就我愛。無我就見我，無我就執我，一執我啦，就有我就有我所，我就愛我所，我所就屬境，人境咧就生貪嗔痴煩惱，貪嗔痴煩惱咧就帶你都係受罪，受殺到人亡等罪，有罪就有業，隨業受報咪有生死輪迴。我哋今世受一世業，來世都唔知受幾多百世嗰個生死一世作業多生就受生死，因此生死死而生死就沒有了期，生死係苦嘅，所以眾生就苦言。咩叫眾生？眾生就苦，除咗苦就冇眾生，眾生就苦，睇下人嘅苦。自己係有苦，自己知道，即係眾生嘅苦。因此，我受呢個境行，就得現一切色身三昧。後嚟勇猛精進，現身就捨咗所愛之身，捨咗所愛嘅身咧，就破咗我執，變咗呢個煩惱，必無所求，菩薩就無所求。後面嗰兩句後嚟人加落嚟。正式嘅就冇嗰兩句，捨所愛之身我空默滅就係咯，講咩別無所求所以後面嗰兩句後嚟人加落嚟嘅。即是假意而白敷言，日月證明得佛，今復現在講咗個收柴，對呢個老豆講而白敷言，日月證明得佛啦。今日還在喎，我前世供養佛還在，我今世都還要供養。見到佛就難逢難遇嘛，見到佛唔供養，等佛滅度後供養佛滅度後供養功德就差咧。佛在世啲時候親身供養呢個功德大嘅，所以日月證明得佛，今復現在，我先供養佛意。得大一切眾生依然學落嚟，呢個一切眾生起見成得求。透過前一世現身嚟供翻，有咩功德？有功德不但破除我執，控咗呢個煩惱，而且就得大一切眾生依然學。一切眾生話我識講，天人神天神都話我識會講，蛇蟲鼠蟻話我又懂，自家牛人我又話我又懂，飛禽走獸我又話懂，天龍八部所有一切眾生嗰個語言咧，我識講。孔子在世啲時候有個學生，公冶長，公冶長係孔子嘅學生，佢識講，佢識聽嗰個鳥嗰個話。有一次呢個鳥對公冶長講，佢公冶長，南山有個虎雛羊，以食肉嗰條蛇，你就攞啦。
攞嘅時候啲肉係俾你啊，嗰啲成日俾我食。供養神都識啲鳥講話，後來呢個鳥又對供養神講啊，供養神，柴人出仕犯我驚啊，從容佢字都莫彷徨。咁樣咧，柴哥出定打呢個老哥，老哥啲人都唔知道，嗰個鳥就知道啦。對供養神講，個柴人出仕犯我驚啊，從容驅之莫彷徨，唔怕嘅，從容嚟驅佢，唔需有彷徨，唔需有驚恐。你睇呢個鳥獸所講嘅話，我哋都懂，但我哋而家凡夫啊，唔好話鳥獸嘅話我唔懂，人類講話我哋都唔懂嘅，英國話、美國話、德國話我哋都唔懂。我知道咧，呢個一切眾生起見菩薩啦，將自己個身體嚟供養咗佛，來生來世咧喺度獲咗呢個陀羅尼，解一切眾生以言陀羅尼。凡以陀羅尼，此雲有三昧，又名為總持，一切語言都能解呢個就陀羅尼。復聞是法華經，800千萬億羅由他，煙伽羅、頻婆羅、阿閦婆等界。平常講法華經嘅，我哋眾多人讀法華經嘅，就28分，5萬多字。其實釋迦牟尼佛在靈山講法華經講咗8年。實際上唔止5萬個字嘅，不過翻譯嘅人咧就叻，人叻，翻譯啲人係咁啲叻。如來所知嘅經啊好多喎，後嚟叻咗就5萬字。你看呢個龍樹菩薩入呢個龍宮，佢喺呢個華嚴經，佢華嚴經啊，上天嘅華嚴經啊。一個大千世界微塵數品，我哋所部世界啲人點能夠記得到啊？仲邊個華嚴經呢？一個四現啊，微塵數界，我哋所部世界啲人呢，嗱，複雜啲人先能夠看得到嘅。下至華嚴呢，10萬種。好啦，下至可以大萬種，所以呢個龍樹菩薩好聰明嘅，科目不忘。將10支華嚴經咧就記咗心咧，就識得用功。咁樣咧就印度咧一寫出嚟10萬戒嘅，但係嗰10萬戒啊，傳到我哋中國又變咗5萬戒，又減咗一半。5萬戒啊，在我哋中國華嚴經啊已經係有80部啦。所以華嚴經啊有一個娑婆世界微塵數戒嘅。咁現在咧，日月證明得佛，佢所講嘅法華經咧，唔知咁多。係咪一切眾生起見菩薩現咗份，破咗個執，冇咗我執，法身清淨，法語又清淨。啊！呢個向到咧，向到呢個法華經啊，800千萬億羅由他界，統統向足。煙伽羅、頻婆羅、阿閦婆，係呢個華嚴經，阿僧祇品50數之中第3個數目，唔等解。佛大王，我今當還供養此佛。佛大王，當我前世緣親供佛咧，就俾我向到法華經啊，800千萬億羅由他界。何以有咁多戒咧？你要知道，法華經啊講成佛嘅法，成佛嘅法哪一法唔係佛法咧？法法就佛法話，所以咧就有無量咁多戒啊！大王，我今當還供養諸佛，
大王，我現身供養我，有得陀羅尼，有文多花化經啊，800千萬億羅由他嗰個戒，我現在還要供養佛。供養佛咧有大大嗰個壽報，我今當還供養此佛，特以即在七寶之台，同埋對呢個老豆啊父王講咧，即時就定呢個七寶之台，台即係蓮台，在呢個七寶蓮花之台，上升虛空，到七陀羅士，一陀羅士咧8尺，756尺高，好似直升機差唔多。今日咧就往到佛所啦，從呢個皇宮嘅帶別呢個父王，再回佛所，頭面乃足，一見到日月證明得如來啊！自己啊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合十指爪啊，合呢個10個指，10個爪，有指就有爪啊，合10指爪，依戒讚佛，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悉行供養，金福還近緊。見佛有啲戒嚟讚歎佛，你就見到佛都有讚歎啊！隨你心所講啊，佢佛面猶如淨網現啊，佛身猶如紫禁容，佛嘅身係紫禁噶嘛，係咪啊？你就可以讚歎啊！慈悲喜捨的戒具足，讚歎佛慈悲喜捨，自古我今後面來啊！我今日後面頂禮得啦。所以有啲人調普陀山啊，在呢個梵音洞見到觀音菩薩現身啊，接好多戒嚟讚歎觀音菩薩嘅。有個條五台山啊，在呢個龍洞見到文殊師利菩薩現身啊，亦接好多戒嚟讚歎嘅。接戒讚歎佛菩薩，你就有好大個福，還有好大嘅智慧啊！你能夠識得守戒，一定係智慧就嚟啦。你冇智慧唔識佢講嘅守戒，一守戒好簡單，就4句嘛，一4句戒。咁樣咧，見到日月證明得佛咯，係咪啊？佢就識戒嚟讚歎啦，容顏甚奇妙，讚佛嗰個色身，色身係32相80種好嘅，所以呢個容顏甚奇妙。比一般人咧超勝嘅，佛嗰個容顏，光明照十方，佛嘅身體就放光嘅，在光中化佛無數億，化菩薩亦無邊，當佛嘅光明就照十方。我悉行供養，我悉嘅前一代現身嚟供養佛。心服還親近啊，心態咧話係親近佛，跟住見人親近瞻仰佛。於是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說是假意而佛不言。世尊又故在世。呢個喜見菩薩話：世尊啊，你老人家還在世間。大師咧已經2世啦，再世嚟做人啦。啊，世尊咧，你還在世間又故在世。於是日月證明得佛，當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即係日月證明得佛座下，在得意嗰個大士咧，就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啊，所以證明得佛咧。就將自己嘅大事啊，自己嘅心事，對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講：不是男子，我涅槃時到啊！我入涅槃嘅時候到，涅槃係安樂窩嘛，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係自在涅槃聖海嘛。佛度眾生咧，到咗邊個地方去啊？你就話
亦到到呢個涅槃去嘛，涅槃就聖海嘛。涅槃是咩啊？涅槃就三得地藏嘛，八神得、解脫得、般若得啊，三得不中不還不定不別，呢個就名係大涅槃。佛咧自在其中，佛道自止入其中所以佛咧就自在涅槃啊，先達知我入涅槃嗰個時候到啦，我自在涅槃，有機會咧就再嚟成佛，未有機會咧我哋自在涅槃我涅槃時到，滅盡時知我成佛，必翻嚟度眾生，眾生度盡啦，我哋入滅啦嘛。如果眾生度盡，我唔入滅還等乜嘢咧？就滅盡嗰個時咧，又知啦。只可安置堂座，你係我哋得意的大師我入滅的時候你同我安置呢個堂座，安即係鋪好呢個堂座啦。安置堂座，我以今夜當波涅槃，我今晚咧夜晚有初夜、中夜、後夜，總然之我今夜咧，我哋入涅槃，波就入夜，應當入涅槃。又稱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但一個稱命佢安置堂座，不入涅槃。第二個稱命咧，我善男子，我以佛法足類義，佛法就度眾生得度眾嘅法係好講嘅，但係我入涅槃，我度眾生嘅法個法咧，我教俾你，足乎流類理流通足類義，及之菩薩大智，我哋好多大菩薩已經係發咗菩提心，有啲個分證佛德係未曾滿證，呢啲菩薩還要修到成佛，未成佛以前咧都有修，就幫助得菩薩嚟修行，幫助佢修。法智菩薩就教俾你，大智就講啲聖文，聖文係出家嘛，出家義眾咧係佛座下呢個大智所以呢個聖文大智咧，有啲證錯果、二果、三果，未曾證阿羅漢果，或者證咗阿羅漢果，我都要教俾你，教俾你做大智係教咗俾你。我滅度之後咧，我哋大智咁嘅負責，以你做佢哋個義子子，及至菩薩大智，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亦教俾你。無量劫以來，我然後求咗呢個阿耨菩提心，我今日成咗佛啦，將阿耨菩提嗰個法一成法，成佛法。一成因果成佛之法咧，就教咗俾你，就呢部法亦以三天大天七寶世界，又教埋俾你。呢個世界係我所有，但係我入咗涅槃咯，呢個世界咧讓咗俾你，由你打理嘅。三天大天七寶莊嚴嗰個淨土咧，我教咗俾你，由你嚟打理嘅。自寶是寶台，給是自天，即乎義。呢個世界無漏功德所成，所以呢個事就寶事，台就寶台，寶台就自天所治嘅，寶事係菩薩聖聞修行之處。所以我將呢個大千世界嗰個寶事同埋寶台咧，又教咗俾你。寶台有好多自天，自天就護法自天給事嘛，給事修行人所以將護法嘅自天咧，又教埋俾你，給事自天，即乎義。我滅度後，所有捨離亦付足義。我滅度咧，咁呢個色身
即係如來嗰個色身，有父有母所等呢個色身，成佛就法身，法身未曾離開色身，色即見空就法身。佢呢個色身咧咁樣咧，佢用火嚟化嚟，用火嚟焚化咧，必定有舍利，所有舍利咧要付出死，當令流通。呢個舍利一定係流通嘅，一粒舍利啊，就一個寶盒嚟供養，當令流通，放thiết供養，應氣日干前刻。但我啲舍利唔知道幾多啊，有幾多舍利咧，你就起幾多盒，即係應氣日干，日干都係數目啦。啊，嗰個日干嗰個前刻，意思日月證明得分，悉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已。日月證明得分，吩咐呢個後事啊，明呢個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已。以夜後分入涅槃，嗰一晚咧，初夜你過咗，中夜又過啦，後夜日月證明得分就果然入咗涅槃，寂然不動，入咗定，入咗涅槃，入涅槃。以時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見佛滅道，悲貪懊惱，念無二佛。於是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見到日月證明得佛滅咗道，佛入滅啦，心之後就好悲傷，感傷佛，就感呢個懊惱真係好難講啊！佛滅道肯定係難講，悲貪懊惱，念無。念即係唔想佛入面就得咁得，無即係讓無佛咧，早日再落去，所以念無二佛，即以海此岸天限都為之啊！係咪啊？呢個喜見菩薩咧，就用我哋鹽爆態嗰個此岸天限向咧，就再明飛嘅。此向六字就價值初婆世界，用呢個戰行就明知，字即係神也。咁樣就供養佛神，用啲戰行六嚟供養佛個色神。而以少之，用呢個戰行木，用火嚟塗皮，讓佛嗰個神骸咧嚟化啦。火滅以後，受取舍利。84000寶瓶，火一滅咧，就舍利，佛全身都係舍利嘅。佛嗰啲骨又係舍利，血又係舍利，肉又係舍利，牙齒又有舍利，都係佛全身都係舍利。咁咪受咗呢個舍利咧，數下84000盒。所以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咧，就得84000呢個寶瓶，而起84000嗰個塔咧，就咁樣起個塔，起幾個咧就嚟標準咧咁，欲界人就望到，色界人就望到，無色界嘅人都望到，三界都望到，所以明明高三界界，表塔莊嚴，表啫。塔嗰個外面外表啊，七寶莊嚴。塔咧就講寶盒嗰條塔幹，寶盒頂成個盒頂嗰條塔幹，又用七寶嚟莊嚴。啊，表就外表，塔就塔幹，啊都用七寶嚟莊嚴。雖然之花蓋供養咧。用呢個長幡隨風跳天，但係俾神在空中行過，呢個寶盒落嚟頂禮啦。蓋就講咧，用呢個寶蓋，用七寶所成蓋，蓋就呢個塔，隨之幡蓋，幡就隨風飄揚，幡就旗啫，佛教就唔叫旗，
大人你叫旗，佛教就叫幡啊，長幡啊，蓋就房蓋。現眾寶靈起呢個塔咧，可能以我哋印度嚟起，四面咧就現咗呢個寶靈，微風吹動寶靈，吹動個寶靈。於是一切眾生起見菩薩，復自念言：我雖作是供養，個水然間用呢個天檀香去塗皮佛嗰個身，後嚟受呢個舍利起得84000件寶盒、幢幡寶蓋嚟莊嚴。雖然係作如是個供養，心又未足，我個心又覺得唔夠，唔夠供養，還有供養，還有啲供養，還有啲供養，咩供養咧？我今當間供養舍利，我還有你供養舍利，將來所供養係物質供養、財供養，我今當間供養佛嘅舍利，便以知菩薩大弟子，對呢個菩薩講，對呢個聖文大弟子講，又對呢個天龍講，又對夜叉講，又對呢個八部比神講，一切大眾，以當當一心念，你哋一心嚟觀，我供養咧就你一心嚟觀，你下一日我供養，到底點樣供養大家唔知道。以當當一心嚟念一觀也，你一心嚟觀我供養，我今供養日以證明得佛嘅舍利，我點樣供養咧？執事已矣，即24000克田。講咗隻個話之後，即時供養，好快。就地取材，以咩供養啊？唔係向外邊攞，唔需要向外邊攞，又唔需要向邊個地方嚟求。即24000克田，就84000寶盒。佢起盒起咗84000個寶盒，分布全世界，全世界84000寶盒。佢哋就84000寶盒之前，現百福莊嚴地，現者用3昧火嚟，用呢個火嚟燃。燃咩？燃百福莊嚴地燃佢自己嘅手臂，用臂嚟供養。因為他是菩薩，佢呢個手臂百福莊嚴，唔係業報所減。我哋個手臂係業報所減，有肥有瘦，有柔有硬，個個都唔同嘅。菩薩嘅手臂係百福莊嚴，100個福莊嚴，百福個功德莊嚴嘅手臂。咩叫做一個福？一個福噶，供養南閻浮提嘅人，咁就可以一個福，係咪啊？100個福嘅供養100個南閻浮提嗰個眾生，呢個就百福。所以百福莊嚴地72000歲，現地同現身又唔同喎。現身咧就破我執，身就起我執，呢個身喺面我，所以現身就破我。身空就我亡啊，身亡呢個我空，現身就破咗眾生嗰個我執。現地現地呢個手臂以為係百福，以為有百福可得。現地就破法執，現地破呢個法執。法執咧，一太法就執生死咁樣啊，生死講嚟，眾生咧因為有生死，呢個咪法執啦。依成人認為有生死滅，又係法執，所以呢個法執範圍好廣嘅。凡夫見有生死可得，呢個就法執。依成人見有生死滅，係涅槃。呢個又係法執。
凡夫見有眾生，呢個法則。菩薩見有眾生滅，呢個又係法則。所以《金剛經》咧就破咗個法則啦。滅到無量無邊眾生，實無眾生不滅道者，呢個法則咯。我哋見有眾生又係法則，見眾生滅就有法則。法則係應該空啊！好似你見有水熱，呢個咪法則；見有水熱滅，乜又係法則？水咧何曾有熱咧？但人人執着有水熱，呢個咪法則啦。水仲係熱咧，唔係有嘅。佢話佢滅咗喎，呢個咪又係法則，係嘛？見有水熱又係法則，見有水熱滅，呢個又係法則。當如空花，見有空花呢個法則，見有空花滅，又係法則。所以呢個法則嘅範圍好廣嘅。又有咗法則，則有法可得，不能見佛嘅法則。破咗呢個法則咧，萬法皆空，而來嘅清淨法喺你面前啦。所以聖文人佢都有法則，凡夫當然有法則，則有生死。二乘人呢，則呢個生死滅，見有涅槃可得，又係法則。凡夫見有生死可得，又係法則。所以凡夫共二乘人都未曾離開呢個法則。因此今日個破呢個法則範圍就講嘅，布施見有布施可得，呢個就法則；唔布施就窮，見有布施可得，依然係法則。有法則咯，就有我執，有我執咯，所以咧就有生死。有法則，法則未曾空，就不能見而來嗰個清淨法身。欲生人人見佛清淨法身呢，一定係破法則。因此在境內好多地方都破法則，莊嚴佛土即非莊嚴，不見有莊嚴可得，叫做是名莊嚴啊！忍辱見有忍辱可得，呢個法則親心固然係煩惱，見有呢個忍辱可得，依然係法則。所以忍辱波羅蜜，即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呢個就破咗呢個法則。因此法則嘅範圍好廣嘅。眾生凡夫則有生死，二乘就則有生死滅，則有涅槃。所以咪又係法則。所以二乘人有得法則咯，不得生死，佢又得涅槃。我哋咧而家執有生死啊，假如生死滅咧，我哋執有涅槃，依然係法則。但係唯有無眾凡夫嘅生死，亦不見有生死滅嘅涅槃咧。南人就寫咗個化成受寶所見佛嘅法身，因此咁樣呢個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咧，佢哋將自己兩個手臂百福莊嚴地現出嚟。人人認為有百福莊嚴地，百福莊嚴地即非百福莊嚴。咁樣然後見佛個法身呢，是名百福莊嚴。因此佢哋現咗呢個手臂，現咗百福莊嚴地，不見有百福莊嚴地可得，然後見佛個法身。見有百福莊嚴地可得，你就唔見佛個法身啦。所以古人講，不見有一法可當情，見有一法可當情呢，你個法都未曾到，點能見佛個法身呢？你見有百福莊嚴地，你點可以見佛個法身？係嘛？不見有百福莊嚴地，嗱明嘅呢個法動啦，你就見佛個法身。所以咧，呢個喜見菩薩將自己百福莊嚴地現咗佢，但佢哋不見有百福莊嚴地可得。呢個法，佢哋個個都見佛個法，所以一切眾生喜見菩薩係為人呢，
唔係為自己嘅，自己嘅百福莊嚴被攞走都空喎。但係一切菩薩、一切聖民見有百福莊嚴被可得，佢不自然話不得。所以一切眾生起見菩薩哋而得嘅而得百福莊嚴被。何法執啊？法執翻嚟好講喎，仁慈嘅，仁慈嘅，佢哋言百福莊嚴被啊，言咗72000歲。現身就不過1200歲。呢個神喺度控咗啦，我執就控啦。言百福莊嚴被又控法執啊，時間長，法執翻嚟講，所以就72000歲。然後另一切法空，不但百福莊嚴被空，眼又空，耳又空，地又空，舌又空，身又空，耳又空，大七色空，大八色也空，萬法皆空。嗰陣時然後見佛嘅法界，因此佢哋言多72000歲而供養。呢個就控一切法，破法執。破法執離一切相，得一切智，見佛嘅法界。所以《金剛經》最主都係破法執離一切相就即名知佛嘛。相咁咪執咯，離一切相即名知佛。所以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須菩薩離一切相即名知佛。離一切相嘅，咪見就見佛啦，即名知佛。二咁樣啦，控一切法72000歲，萬法皆空，然後見到如來法身，而供養，令無數求聖民中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求聖民人呢，佢哋求了生死嘛，佢因為有了生死，希望個生死空嘅見到涅槃，佢嘅智就涅槃，涅槃咪有佛㗎。令聖民人不但生死空呢個生死滅，呢個涅槃也是空。冇生死得無生死滅，何來有呢個涅槃呢？生死空咯，哪裡有生死滅？哪裡有呢個生死滅的涅槃呢？所以令呢個聖民人知道生死空，涅槃嘅化成，寫呢個化成而去寶所。令求聖民人呢就寫化成入寶所。無量阿僧祇人，無量嗰個眾生知道一切法空，而空覺佛所，就發菩提心。有一法唔空，呢個菩提心都發唔出嚟。金剛經講咪，實無有法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菩提心唔可以有個法就發出嘅，法有空嘅，不能夠有一法唔空嘅，唔可以有一法能夠發呢個菩提心。所以萬法皆空，呢個就覺無上嗰個覺，無上呢個覺嘅就萬法皆空，唔可以有一法嚟發呢個菩提心。我哋仲咁個經都仲有個字講明實無有法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嘛。今日咧萬法皆空令無量阿僧祇人個個都發呢個菩提心，但是突然一切的神通